各位聽眾，歡迎人來檳城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真正歡喜，幾個故事又再倒轉來了。這個禮拜，我人要請我咱特別嘉賓起來，甲我人講幾個故事。日本的老鳥來咯！歡迎來咯！伊真正後面咧特別佢要來甲人講，因為我逼伊笑，然後佢有我人嘅老鳥威威娃娃，歡迎伊像阮來甲鳥嘅錄幾個故事時歡迎。大家好。แล้ว到了有你有幾個故事講咩？哇，冇啊，我唔知笑袂掉啊，笑袂掉，你個來參加？你。較濟人較好講啦。你老掉啊，那是你無物件講，是你妹會使。แล้วก็有往隻新椒，你名咩啊？新椒話來講幾個歲？多咪？新椒啊 ？Hello。新椒困呀。新椒啊？你叫我 phone 你啊？你是住你名咩？番那驚哦，你是番那驚啊？番那驚，哎呦，番那驚死個你估啊，個袂酷。番那驚，同埋早早就講咪落誒，等緊你換。感謝。番那驚唔是老新椒啦，番那驚是老椒了。番那驚到底嚟講，對，番那驚。係咪？啊，番那驚是咕咕椒。番那驚唔是老椒是。老蘭椒。OK， 所以 OK， 咱講到啲幾個數。當會記袂記？頂到時佢那季節整嘅時候，即個番那驚講，要甲人講幾個數嘅時，就啲學校伊線一對嚟叫番那驚。是咯，一聲比萬萬嘅。嚇，你講我聽看，怎嚟經驗嚇？OK，同你聽了哈。嚇。攏聽對對去古早落嘅你講的聲呀。嚇。你聽對對644 94個字個講啊。但係你嚇，你講我當開咯，看到我去。嚇 ，OK， 我跟你講，來講個對樣，因為嗰陣時那是講我困了嘛。嚇。自己攰熬咧嘛，講咱6、9點攰熬，咱就困了咯。嚇。OK，then 我那是 because 我自己做工做個4點幾嘛，再去。嚇。所以那真愛困真醒咯。所以那是困嘅，我再去9點幾嗰陣時，我一個 friend 就住爸爸房間嘅咯。所以呢用了我嘅 laptop， 所以我暫時嗰陣種我要點啊，所以古仔用甲我講過講，甲學校那邊要見人個燈咪冚啊，可以一開起一關。但係直接是我去冚個了，冚個燈、冚開、冚個了物件咯。because 我想講要點要見我 friend 點嘛，佢出嚟有 laptop 嘅嘛，所以我困。OK， 我就困了實困了咯。困我就 dream 到講，last time 講那個點個邊位啊？嚇，人啊？你記哦？我冇記咩，係個位喎。哦，嚇，對，講到頭一擺搣我係啊。嚇。了。所以就問到講，假病位啊？假病啊，紅樣，呢個唔是愛困嘅咩？做咩算啊？走話疾病。我那時講咁樣走到對學校咯，走住半時人拄到我人講我咯，我 friend 就叫講我咯，咪我去個講冇法困呀，對學校困，對房間困，講 OK， 我對到去，我唔捌去過學校，講你新學校唔捌去過嘛，所以那邊講對起嚟咯，所以那行個路頂邊邊，feel 到，準備說冇穿衫，我紅樣冇穿衫，我那 feel 到，我講唔要緊咯。歹勢咯，咁樣走去嘅我 friend 咪講，我都度幾號，我講到63項咯，我 room number 63項嘛，嗰陣多時，那時走去面頂，等我 friend，你估我個無紙擺哦，無紙無斷皮啊嘛，那褲尾單了伊哦，伊家邊伊現行來咯，我哋我 friend 咧最歡喜咯，friend 紙擺，伊現紙擺伊邊規啲車去哦，即是忘掉啦，伊邊規啲車去，然後講翻。我講做咩做咯？如果冇係講無斷片啊，講做咩無斷片？講個有幾幾百咯。所以所以看講嗱，即係話房間咯。所以時候規定過，你講嗱，即係對咧愛開嘅係講咯。咪就開嘅，個南邊對呢個嘅一定個隻房間出來哦。你哋搞棒嘅啊！我哋就出嘅，所以走去個口看伊嘅 room number 嘛。伊是1122。邊個在一樓伊啊？
邊個仔漏樣那就長見咯。這輪是棒啦，本是 still 到棒嚟個啦。OK，still 到棒哦，我邊個揾到到，我那時講奇怪，因為講全身我喺房間一計我知嘛，你冇去帶字，你冇去帶字，你冇去帶字。真係了解，我知你哋強頭，了。了那是講奇怪咯，我位 friend 嚟就長見咯，冇對片就走去哦，我 friend，佢後我都聽到聲咯。一聲就等一聲啦，講大媽教你講你 number 呀，66449482250，我哋聲。咩聲啊 ？OK，別驚嘅，我就聽翻聲咯，幾陣聲翻咯。你知到啲？哦，你講就漸嘅聲嚇。要。哦。跟住啊，你漸咧？你嗰陣時驚掉咯。嘅地方路邊就講，都咪搞做人，我那是講都咪做人，都係咪大家去都講別見，我係大家去都我嚟協助咯。แล้วอีบี做半行咯，我就是我係買得成了122樣子，你都諗到，就咪說那位就係122，到底呢個122做咩？你是住家邊，我有每樣。你就是有單聲故意聲，我攞嚟話見咯。佢有一個寬電娃娃喎。寬電我個打翻嚟。啲棒個啦，嗰啲棒個 still。啲棒。那是路邊那是講。未無斷皮咯，我那是人講後翻物件啊，掉我別出聲喎。想要學佢掉聲咯。掉我別出聲，那是講臭啊！咪個咁臭嘅啊，奇怪咪個臭出來個了啦。臭個了未哦，白別去哦，你又冇上鋪咯。我直上鋪你嘛，แล้ว我黏嘢照咯，黏了呢，我看睇呢，陪我隔落位哦。請啊！陪我隔落請嘢，我冇穿衫褲哦。你位 friend 冇地氣哦。到底學得呀？一頭就行我就走去開堂啊，啲個燈啊，佢開啲嘢咯。開啲嘢喂邊因為冇地啊嘛，其實慢呢要起嘢都對哦。所以嚟講，可能唔見我頭。冇，這是請啊，這是請啊。我請，所以嚟講，我 friend 講我唔見，我 friend 講奇怪，我係未見發生。因為一樣聽過有反正 case 發生本咋，because 大間學點有本嘅嘛，反正嘅。แล้วอันนั้น講不要緊，等陣時人起樓頂，自己看咩鏡頭。你講我係咪起咯？你是想到講122แล้ว你記掉，所以你走去樓頂看啦。แล้ว我係白起1樓咯。所以1樓邊我個另外一個 friend 一時看下嚟啦，特別有講福建有講講話啦，就接邊一房間一時一個咯，一 room， 所以那是接兩邊咧，嚟講翻物件要咩話咯，講我教到講過啊嘛，藤下步咪砍，佢咪砍佢佢，我冇嘛，我翻嚟只個學超會點啊，個接邊我就冇驚嘛，嚟砍咗了咯，我即係我走出去啦，咁樣犀，驚嘛。佢有時講 OK，那是講白白出去自己吹隻房間哦。然後我係10個號行出來嘛，一隻叫行哪就行 right hand side 咯，我個嗰隻號超就行 left hand side 咯。要講 this way， 我冇攞 this way， 我白白去吹哦。結果白白去行嘅背背呀，佢白白行嚟 center 咗。冇借 room number， 冇122嘅。แต่就是冇啦，你是棒嘅嘛。特別冇啦 ，in case 對 room number 嚟講 ，in case 嚟講啊，hotel 啊，要21，有23，但冇22。你明白個？如果 in case 嚟講in case 嚟講，可能在就講有12號，at least 嗰邊你見咗。係咯。你佢有時我講冇find 到冇12號啊，病佢走去10個號嘅房間對對。佢走出去，這是唔是上次間學校都後面拍電話話人嘅？對，แล้ว佢我講我聽到嘅聲嘛，即係學超我講翻物件嘛，所以安那時佢就講佢after 2 weeks something 嘅都夾 post 機啦嘅即 show 嘛，我聽到這聲就夾動機，我就是你忘掉嘅聲上聲。所以我。Oh my god！就是網人 lock 掉下一節，是你拍未通嘅，就是下一節呀。所以你冇聽到網人 lock 一聲，特別你綁掉是綁掉上上，然後綁掉出來是你個仔啦。
这个聽時才條兩很聲，喲，因為我哋嗰時冇聽到很聲當我嘛。講我聽頭一個其實是按得嚟啊，first time， GGB first time 是644咯。我再講。John 啊，咪放啦，嚇買咩？我驚。冇唔是驚，是別人聽644啊！你講， 644。所以是6分鐘44秒呢。OK，等我聽，我聽。我聽到。啊，我聽。我大概聽到是喺對處咯。嚇，喲，驚！你聽到呢？得啦。常常喺物件了94甲229空，我反正寫出現甲我網嘅。這物件是我網過後，我甲 post 起來。哦，這是 Skype 嘅實際幾個角嘛？等我幫佢手。跟住哎呦，你快些 ！Hello。哎，謝佢就嚟啦。啊，佢變見哪聲氣啊？呀，見哪聲氣？冇 AI 啦，嗰次你打嚟個教師餅，一個打咗一個。嗰隻229空。229空。我在你讓 be recorded because 錄我錄嘅是錄聽唔到錄聲聲，知道嘛？我個冇放出來。對，我別聽到。229空啊！我是你講。網過後啊。這是233，我放起233。我已經砍咗。嚇，live 係琴咩？哦，對，我講到開 live 先。Are you sure？琴來先。live 俾人說下 Skype 咩？我別怪你看。你驚還是我講是？唔係，依唔係啊。我真驚。誒，特別我問你還是你幫你即係阿未幫掉個啦。即係未幫到，我是網過後了，你個 post 起來。特別你是落過了，我能落音過啊，是下一咩錄音過啊？還是不 get 咩？get 咩？哦 get 咩？哦，OK，攏聽聽了正。冇啊！你等佢聽到內聲咩？唔係啊，白紙講咩？GG 個空啊，冇咩聽到。但係當你個聽到個字，佢使見哪聲很氣。我唔知講，我咪聽過你見哪聲有啦，頂到到啲邊啲學嘅時就聽到你見哪聲。邊啲學嘅我聽過。你攞399，但我咪講我聽阿莫騰嘅事，特別幾部走去啊。399你講阿莫騰嘅事嘛，定節落嘅事，咱講伊食阿莫騰嘛，然後特別講伊即係講我別記啊。啊，講伊超級伊阿莫騰嗰陣時候咪加過嘅啦。你幫我聽到見哪聲？你可能聲到啲入面。誒，我講聽話可能要開始一個阿毛嘅鬼嘅 podcast， 講鬼嗰首 podcast。但係阿毛啊，John，係咪嘅？John 嗰個字你哦。等燒掉聲。你講咩？食下個嘢困了。哦，對，靚朗 ，sorry，靚朗 ，OK，靚朗嚟，後你講聲 sorry，靚朗困起啊。John，嚇嚟，我叫我把字講了啦 ，because 我知道冇咩對咯。OK，OK，OK，意思講 OK，感謝啊，拜拜，把字講 OK，拜拜。伊講感覺對冇咩好事，伊咪講過。哦。嚇 OK 啦。意思 OK，所以意思講伊感覺對冇咩好事啊，所以咪講，我覺得冇被講啊嘛。喲，你 OK，當今等陣嘅格嘅就講啊。我講話。嚇，你講咩？我講這是live recording 啊。當今啊。係啦。係咯。哦。我有一幾個故事，特別唔知係講啊。你講下。我標誌嘅喎。嚇講啦。加掉咩事？我就唔知你是一句，要麼咧就係一句標誌是就冇人知。這是我嘅標誌，甲我講嘅。你標誌有聽邊啲學嘅本嚟啊？冇啦，應該冇聽邊啲學嘅。你是 live 一個到啲 podcast 嗰時，或者 key 時我咁叫你標誌，咁你標誌咁嚟聽下你講。
我你講下你表姐啊，不講下你表姐，我就冇人知你即是係我表姐同我講嘅，我聽伊講過嘛。我表姐咧就係後白膠嘅啫。嚇。伊後擺去雲頂。等我聽到 music。啊？你以為 music 是唔是你？喂啊！嚇。只有我幾標放嘅歌個大聲。唔緊 continue 講。啊，然後我表姐後擺去雲頂白膠嘅嘛。嚇。然後一個時啊，我表姐甲一個查某換車去白膠咗。嚇。白膠了，博了，伊朋友啊，贏20幾千嘅啫。問講得啦，有人講雲頂就好啊，問講得最少咩 edit。啊，贏10幾千，了我表姐是，伊問我表姐愛落山未？了我表姐輸了7、8千嘛，了我表姐買落我嘛，我表姐叫伊落成哦，了伊朋友嘛落我換車落咗，落到半路嘅時呢，可能劫咗咗。係咪拍槍嚇？啊，拍槍咧，可能強姦，可能搶死咗。哦呀，係你啊，到半路嚟了，伊車啊，不知道可能拖去，可能可以踢去啊。哦，即唔知是可能蹬嘅，我看。啊，當啊，好佳哉，我表姐無落山啦，落山白白對啊，哎呦，即命好命理哦，可以強姦了，可以導致去哦。喲，你以類是有得現金啊？但係有啲係累啦，係累嘅嘛啦。樣啲是到對面蹬，或者是贏啦，樣嘅拍槍。兩位表姐講講一擺時哦，伊家嘅按我換車去咗，啊，不。換車路，白膠了是換車路，到雲頂換車路嘅時咧，伊家按換 four wheel drive 嚟咗，four wheel drive 咪就有力咯。你一路時啊，BB 嘅你看啊，成日無正線嘅話路嘅時啊，明明就係講路線嘛，你路咧話，你開白照嘅時係正線起嚟，你看你咧啱啊，你真係啱哦，雲頂啊，半路未搞。我知，哈。伊明明是路線咧嘛，路線咧即係開白照嘅時個。看到啱，伊就過咧啱就估咧，你知喎。哦。一第二擺嘅時，伊個在要等啦，個在路度對咯。啊。個度對啊，個 BB 嘅你看了，個在開白照度對，個在看到啱對。啊，個在起度對。是伊換車還是伊紅換車？伊紅換車。哦，你條車，伊紅在啊，伊紅阮條車行啦。啊啦，兩人條車行，誒，明明路線安怎佢看到啱啱啊起線。哦。個在要等度對啊，第三擺把路解路線。哦。你看雲頂嘅啲路啊，真係垃圾咩都做。我聽人講。特別就係雲頂故意告訴嘅嘛。雲頂嘅告訴，真係邊條雲頂嘅條車聽係我講嘅，我哋可以告訴。誒，等陣我同你講，到咗5年後，我同你講嘅是你冇講到話事啊，你冇去冇上 disco 呢？哦，是咩？你我聽到 music，特別你講話事，唔要緊啊，冇講話事嘅 mute 你嘛，你有冇？我有冇？แล้ว不要緊，แล้ว我當然個一個嘉賓會 join 咩？就幾家驚你去看你嘅 live 嘅 feed，我當然 join。幾家驚講係一個貴嘅 hotel 貴嘅教授本，你會跟人講個有，然後我看下頭我先，幾家驚，hello，幾家驚，你講你隻 hotel 問講咩名？問講到你到嚟啊嚇，แล้ว這裡是這裡多去本來啦，多去問講小兵啊，問講小兵我佢哋 edit 係點下แล้ว多去講諗咩最準過去嘅啊，阿格啊嚇，แล้ว誒個講 call 啊喎 vivo 啊，直接 call 你 vivo 啊，冇 call 你啊，呀，我 at 你啦，好是嘛？哦，你誒話哦 OK，แล้ว係你學到時往嘅 company 及成個 team building 啊 ，team building 去去你合併嚇 organize 嚇，OK hotel 而家講 hotel 而家問講小兵嚇，แล้วแล้ว我把是GP 把 check in 咯，แล้ว我夾一間打包 click 把接起咯，แล้วเขาอีก去 toilet 先，แล้ว我個聽到有人敲我嘅門咯。角，然後我一開門，看誒無人嘅喎，然後我本部測試有嘢啦，因為我感覺未必是啊，唔是我就是無驚個掉啦，迄陣我唔知咩事無驚啦，無去想啦，無去想嗰啲等。我 maybe 我迄陣我有想到 ，maybe 是迄個來，特別我感覺我無驚，我唔知咩事。
了過後咧嗬，就是舊家特別 Apple 就冇事啦，特別 Apple 嘅事我咪講成啦，講加 related 嘅就是舊家阿妹咯，阿妹我其他嘅 colleague 啊 ，Apple 做 activity 啊，佢了諗咪接嚟位房間咯，你樣個講話啦，會俾搏橋啦，咧我嘅房間滿鬼濟人咋，6、7人啊，你反正大氣嘅 room 嘅位，你問下佢咧嗬，佢聽到咯喏聲咋，了我一間個老嘅同事咧，伊個要去開門，我講你忘記開門，無人嘅，我同佢講咗喲，你去開，伊去開，你一看，無人喎，你一個條青鏡啫喲，你特別往鬼濟人嘛，你本時無管你呢，反正往本佚佗了，舊家媽仔阿妹咧對啊，嗰個人啊check out了。你舊家轉去 office 咯，拜一咯，你往個講起條數咋，你伊咧阿弟講昨昏伊真驚 ，because 伊講昨昏伊困嘅點聲咧，伊聽到伊嘅 room 隔壁人講嘅聲，你往白笑咯，講哎呀，就屌是有人做蝦米嘅啦 ，maybe 是人正三拜，你紅險點聲，教我大上房間嘅 click， 伊個講咋 ，actually 咧昨昏咧。迄個安迪去開門嘅點聲咧，我唔是聽到門開咗喲，我聽到人變成後尾嘅窗啊，因為伊嘅房間嘅設計咧，伊嘅變成頭啊，有隻窗啊嘅咋，特別用迄個燈冚起來，一大個燈，所以伊講 actually 是後尾嘅聲，我個望啊嘛，講嚇是咩？伊講對，我聽是後尾卡，唔是門卡。了嗬，伊講，伊講。有迄一個下晡我個講起咯，講下晡我拄着人開門嘅事咯。咧嗬，咧迄個外同事講，你拄着嘛？伊講伊本拄着啫喲。就是講伊用台，我meanwhile伊用台樂點聲，我去開門嘛。了過後咧，我去用台樂點聲，伊講有人敲門，伊本去開一道。本無人。對，就是我感覺係咩？唔該。了咗。了，王本講，哎呀，迄邊就是一年垃圾，出名垃圾咧，迄粒刀嘅位。布拉維亞是布拉維亞。嚇，迄邊有人怪過，有人係咩啊？你個真係個樹啊！了。一個故事就是上迄時候嘅 trip 嘅，是較奇怪啦。actually 我是無看到，咪是講奇怪咯。咧下晡有迄個上架搭架車去搭 from 伊嘅迄個度假村搭去迄個 prison 嘅位，安尼款嘅 trip 啦。對。了我 weekend 個是搭咯。了較是原來樣個買裝要存往長人呢。了個搭，一人搭一電架車搭有頭尾有蝦米啦。了個搭嗬。我成紅險，我個感覺講，安怎我紅險我規個卡車係靚咧嗬，潛落去頭尾嘅位喎。然後我拔落來咯，我卡打落去，哇頭尾我卡頭尾個了，然後看到我邊伊是迄個什麼三門啊，係什麼？18嚇，18我看到幫嚇，然後我看話，哎呀，我就出驚咋，哎呀，做係咪拔到就是多一邊位我卡反潛落來，然後後尾咧個位。我 click 後尾打來咯，然後我個看到你幫，然後我把上架。伊是蝦米幫？鄧冷環啊，還是幫？蝦米幫？阿毛喎。阿毛啊幫。伊是一個 just 一個 cross 呢咯。actually 伊內邊個把你幫安尼，反正特別地話，伊成大咧 bicycle trail 嘅隔壁有一個安尼咯。然後 OK 咯，我把起來啊嗬，我個喺搭個頭前淡薄咯，上架搭。5-6 meter 嗬，你後尾嘅同事個打來咯，紅險嗰一個查某，伊本行落來喎，伊本落搭翻係卡落來哦，我講你係咩事？伊講喂車輪落來，伊車輪落去啊？嚇，係你車嘅隻輪嚇，連嘛，卡車連落 ，OK， 我寫連落去，伊卡車連落去，你上位本上我淡啊。我卡打落去嘅，伊唔是講伊達到頭尾咋，伊是伊連落去。你伊無掉頭尾啊？伊無掉頭尾。上一格位咧旁邊啊。安尼反正所以我感覺介奇怪呢。本時你一打過來，我講本時多喺你幫嘅位。
多呢，可能伊看到我，伊大位阿妹咪看到我卡插落去頭毛度喺你位嘛。你過後我們打咯，你打個頭前嘅就是搞喺你幫嘅，唔是你幫，喺你下個鏡嘅位啊。abandon 呢啦，你啊嗬，並有人想加 spray 喺你 airbrush spray 多喺你邊啊。啊，伊講別使接，想加bilang masuk ada kawan wah dia wang wang kong bu mai chui su lah han tak tu ni dilarang masuk 咪笑啦，你咪笑啦，John，我直接見。OK，嗱，當然到底學啊 ，Vivi 話講喂之類，我對講一直都係放。你，等我哋咪吹啫，我哋咪吹為 email 啫。應該成棒，即係應該成棒。我棒成啊！好啦，แล้วก็จับ落去講嘛，แล้วก็水嘛啲。水白曉。OK，大家我棒。等我聽下Vivi 話話嘅。你信唔信呢一個世界上有鬼？我係記得《衝龍鳳》裏面呢，見到一個吉靈人有一對青色嘅眼。係事實，抑或係幻覺？咁咧，我就起身，我就仲見到佢喺嗰處坐住睇㗎啦。咁我就試咗咧，我就一推開門咧，我就竟然睇佢喺裏邊。每逢星期日10點鐘 ，Mobile Radio.HK， 我哋一齊嚟挑燈夜談。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趙白。嚟啦，我 OK 當咩啊？阿妹係你發到實 cut 掉啊！你 live 講啊 ，live 講。哦，冇啦 ，actually 是即係是另外start 即係先嘅節目咯。嗱 ，actually is from 定估嘅挑燈夜談，冇定估嘅即係節目教室入裏邊嘅即係挑燈夜談。環節啦，即係 program， 即係 section。然後當今呢就搬出嚟咯，變做攞嚟啊咯，節目教室係節目教室啊啦。特別你 iTunes 嘅 feed 是上嘅哦。上嘅。OK，啊，แล้วนี่就是 because 成日人講，伊邊有講廣東話嘛，แล้ว所以นี่嗬 actually 我是講華語啊，我本會使。哦，使講華語本啊，我看到那個鬼很怕的咯，很多他眼睛這樣凸出來。對，แล้วthat day OK，แล้ว即係นี่我是希望講是人。多啥成日講 ，because 邊咧學緊真係人會有講幾個故事嘛。然後我就是希望講會燒掉較濟嘅故事哦。because 當今呢，特別呢學，你個咪教我唱成理所以佢冇講學嘅話，讓講華語嘅時學廣東話啦係啊，對。佢驚唱係成理。冇啦，廣東話就比較聽。對，溫，學嘅話香港人。แล้ว華語人會曉聽啦嘛，當今แล้วก็ OK 個咯，แล้ว就希望講你能會使 email 去 vivi@mobileradio.hk 咯，แล้ว最近呢我就有項目攞嚟人會留招咯，即係日本留意咯，日本留意講廣東話好聊咯。Oh yeah。老人嘅講亦未曉講 ，actually 意思會曉講嘅。哦。會曉講嘅，แล้ว個是啊 fluent 嗰一款嘅。哦。哇！แล้วอีโป้ style 嚟講話。แล้ว after that 就是แล้ว個一個就是雲吞咯。แล้ว我做即係是 within this week last few weeks 係第一數了啦。我免插幾少啦，แล้วแล้ว我感覺就講我做這個 program 做個真正無順。哦，無順。真正坎坷做啊，做個真凄慘啊。對，我用 one week 嘅點聲嚟 edit，個會成就。你話你幾百磅嘅人冇夠到 edit 咩？我就是愛講咯，咧當今呢嗬就是安尼看。that time 嗰時呢我是個日本留意做這個講 about 伊個故事啦嗬。แล้ว
伊個故事有淡薄恐怖啦，我講出來個，問講出來手柄一下，你話俾聽啊。แล้ว我會等下 imagine 啊，嗬，แล้ว我會驚咯，就當今 recently，伊個故事伊影響到我 ，then after that 不要緊咯，that night 那時呢，actually 是 afternoon 嚟嘅，แล้ว就講了 ，OK record 了咯，แล้ว我就做一物件，我就冇記，我 save 咗，我就冇記呢嘢咯，แล้วแกะแล้วหนอจี我就 play 到對好我係其實啲嘅我表妹聽咯。你看啦，日本佬伊個故事我好真驚人本嘅。還是你無想，你還是無影響到你只這個啦，還是係落了，還是你直想掉？無影響到我，伊個故事本身是恐怖㗎，嗬，我會 imagine 到佢哋物件會出現到我面頭前嘅，你講我一驚。一當今次嘅大事是無關係到佢哋，當今時嗬，我 play 到對那時候，我唔รู้嘅發現到係咪就伊講伊到日本嘅 experience after that 啦，伊講到對檳榔啦，檳榔發生嘅事啦，阿妹嘅拔嘅了嗬，變做跳嘅了去喎。哦 skip 啊！伊唔是 skip 啊，伊會頭前阿妹沉嘅了去。所以有人個你 edit 咯。That means 講啊，嗬，你若是講你是 skip 嚟講啦，嗬，你咪跳，你看，安尼看到掉，伊無嘅喎，伊是頭前嘅本有，阿妹嘅本有頭，等下個短期頭前嘅，等下。你是講伊告訴亂參啦，成日講話亂參，變咗阿妹一嚟拔嗬，咁樣安尼看亂參嘅了喎，我極閃咯，我同你講，我落甲半。特別波，我同你講，你用我背後，你老是用 computer 咯。我用 computer 咯。computer 咯 ，sometimes 一件事你冇 backup 咯，最好你是有係 backup，所以你拔到你個未成講落掉，你可能物件歹去啊，就啲 computer 會發啦，你個另外一 backup 啊。就是咯，แล้ว安尼款咧表。你未用咧，你 edit 就怎樣？未了，半一參嘅了，一變做攞嚟聲去。哦，係咪攞嚟聲啊？你就 overlay 呢呀 ？overlay 去，叫 overlay 去，一變做 overlay 去。背後 sometimes 啊，嗬，你 and then 我看到對伊wave 嗬，就無安怎。你叫我，我給你看看。就無安怎，我看咧，可能無because 我落掉嘅時候 OK 嘛，應該是安尼講大聲那時就大聲嘛，嗬，細聲那時就細聲嘛，就無安怎。但 when save 了出來咧，嗬，伊個 wave 變去咯，就阿妹嘅筆呢，伊唔是規個 file 派，伊是阿妹嘅筆派。哦，你識幫你不只是伊隻播出嚟時，你識幫我哋聽解釋，就講做咩事網絡嘅時有。Hello 啊，我。Okay, maybe 是講我嘅 computer 有問題啦，特別嗬，when skip 嚟講 ，even 是 Skype 啦，嗬，你 skip 嚟講啦，嗬，應該是講。伊無可能嘅攞聲 overlay 參到我唔知，我想袂掉講安怎。你先講就是伊發，你先講伊，你先講告訴part 1、part 2、part 3、part 4啦，伊是part 1、part 2啊，part 6、part 8、part 4我想按你看嚟講，有可能你 file 你 record file 嘅時候，是 store 啲 hard drive 是 store 唔上有可能嘅 segment 嘅唔上。譬如講啦，嗬，當佢伊當佢伊是變咗安裝就成日講我講節23啦，嗬，แล้ว伊 the mean 話節23啊時候，伊佢會出現4個啦，安尼講伊變咗同時啊，伊成啊，成你講完佢成呢個安尼嚇，當佢講佢，你個佢講完咧，佢講你個幾聲啦，變咗攞曬你聲，安尼講跳跌掉就是誒啦。แล้วเป็น做你根本你冇辦法接到對了喂，對，你別崩潰嘛，你落嘅時，你冇聽到佢嘅物件。我落嘅時啊，我係 computer 就 OK，所以就 still 見，因為 line 我就關掉嘅。特別你是一頭殺到嗰啲落嘅了時，你停者。冇one file 啦，一個 file 啦。奇怪啊咯。แล้ว after that 那是比較緊咯，我 because 我嘛我係這個 computer 我嗬一邊用嗰種 WMA file 嗰隻，所以我用另外一個 method 就是講我開掉，我用佢哋
player 開掉 and then 我個再用 recorder 落佢哋嘅聲咯嗬 sound effect 啊sound effect 嘅聲咯 that means 講我用 player play 到 computer 裏邊用 player play 咧嗬 then the mean 我個用我佢哋 editing 嘅佢哋 program 喎嗬嚟 capture 嘢啦嚇本時安尼款嘅物件發生嘅喎參嘅咧跳嘅咧安尼款咯 then OK 不要緊我嘛 try to edit 頭一筆咯嗬 then ดูเดี๋ยวอันนั้นก็เป็นแก่แล้วว่าอย่างเงี้ยว่าบูสิมเจ๋งหลอกโลกีอ่ะบูสิมเจ๋งโจ้อ่ะ咯嗬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กินแล้วหลังไอ้單價ว่าไอ้โจ้佢哋以 sound effect 嘅事呢嗬個仔是อันนั้น款啊ว่า嘅 fed up แล้ว嘛拖咯直拖㗎嚟做㗎一個禮拜嘅แล้ว我同你講 then after that 當然冇啊 OK 啊當然 first episode 嘛就係出咯但是講我感覺到講就冇順咯 then OK then 暫名啦，是呢特價雲吞recording 咯，嗬，本時即係挑燈夜談嘅咯。你跟人講，你一百人個假期做特別嘅片。อันนี้ฟังกับ刺激嘛。係啦，對。當然嗨，但是哈，你嗨是嗨，會語話玩，你話人個了可以看，人看會語話玩掉哈嚟啊。我嘅杜蘭鳥嗰度講，但係那時嗬，見 OK。你冇平常時 testing 就 before 你落只佢挑燈嘢談先。有啦，但係有嘅嘛。我定估那時我落那時就冇問題。แล้ว OK จิต當那時就雲吞了咯。แล้ว落那時伊唔是跳咯就，จิต當嗬真正奇怪。我每日只 Skype 啊，伊有 auto hang up 嘅呀。auto hang up 啊？唔知啊，咩事？有陣時那時 line 冇好時時會斷咯。一段是 call drop 嘛對哦，唔知喎，唔知喎 call drop 嘛，你會出現喺你字是講你 call drop 啦嘛對哦，伊安尼款嘅嘛 call drop 啦，就是講斷去啦嘛，人會一個connection Skype 入邊connection，而家伊是 call drop 嘅嘛，แล้ว你就有隻奇怪喎 ，when 伊 start 講一個數嘅時候。Every 15 minutes นะ ，every 15 minutes นะ，伊個 auto end call 喎，伊唔是 call drop，伊是 end call。That means 講我撳去，是伊撳呐，無就是伊 end 掉佢哋 call，你看到就，so every 15 minutes 喎，咁好都一到15分鐘，抗幾秒呢？嗬，伊就是 end call 咧喎。有 calling 啦，就我成啦，是咱是時候唔係時間啊，近日鬼喺你後面嚟時候嗬，就是有 calling，sometimes 是伊嘅你嘅 computer 嘅 connection 是packet 然後呢，係一 packet 咧 packet 是 connect，呢時候 one packet 是10個分鐘 ，one packet 是10個分鐘 ，sometimes 是斷然後咯，所以伊成伊 connection 好似10個分鐘過嚟，喺度 check 佢 connection 即係斷然，然後呢 sometimes 我懷疑。OK，แล้ว after that 是比較見咯，我哋。等陣，แล้วเหรอบอกว่าความต่างกันอย่าง OK แล้ว after that โอเคว่าจะตูหลานแล้วจะแล้วจะล็อกแล้ว咯講กันแล้ว咯嗬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องแล้วมากับอีงานพักของกัน講傾偈啊，你看咯嗬，แล้ว傾咯，個仔10個分鐘斷咗嗬，แล้ว直到 because 我是 minimize 掉伊 Skype 都就，所以我冇看到講 actually 伊點聲是安怎，只係在講10個分鐘伊就愛斷了嘅。แล้ว我起行咧嗬，我就講好，我知道我看路嚇，個是唔是10個分鐘我就斷嚇，我就 maximize 伊咯，我就等注意看到伊點聲就看到伊點聲 run 咯，講甲30分鐘就冇斷啊喎。哦。安尼 coincidence 咩？係啦，對。但所以就怪到這邊咯，咧一做嘅話成日咁感覺到講，我計義理。แล้วก็日本佬伊講嘅佢哋幾個數嗬，伊阿妹佢一百嚟個咧亂嘅咧喎，伊定定學我 imagine 到物件嘅驚呢。你講我聽到 imagine 係咩？
我哋別使講啊，就是告訴關係告訴誒告訴啊。OK， 所以我到底你節目嘅時對聽到講伊告訴啥物啊？對，會真係吉利。OK， 或者到底人落過嘅是人聽你episode 是佢自己到底嚟講就係咧，佢講我聽過啊嘛，還是告訴。所以嗰陣時講要參加禮拜佢自己告訴要經過去啲 lonelyclass.com 去聽微微娃娃嘅啲新嘅，唔是頭一出嘅挑燈夜談。出咗 already。出咗係，到2月7號。2月7號是出咗啦。OK， 真係3禮拜咯。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講 OK แล้ว當然好，那當時候就講住一半啊，對，換下鏡，你講過一集個，佢只冇，佢一集嘅是別人看到阮嘅啦。我當時做上啊，OK， 伊當然學校是 opening 嘅嘛，對，已經做成年啊嘛。但我當時我愛做 touch up 啊，愛做啲 troubleshoot 物件，所以我特別。伊上 each floor 啊，幾層樓個咧，別使水個人嘅啫。我哋就會做好了夠水出啦。Just one floor 啊，如果 OK finish 我個使擺出去咯，我 room 咯。所以我是個了 empty 個了咧啫。所以有一個 means 講歪樓啦。歪樓，我係是講，因為啲每個咧是開平平嘅了咧嘛。咩歪樓係咩？歪樓係咩？個人啊，個人，像往請像孟加拉、印尼嘅嘛，然後其中一個孟加拉，因為往每個咧是開平平嘅了咧，所以阿咩人愛接嘅，使接嘅 for touch up 啊，叫物件嘅了，叫物件了咯。咩其中一個外勞去開始啊，看到一個查某治療病咋，治療病成員咋，所以那是看到我那是咁樣看到對象，想講驚講有人咧，一直追着人樣會掉死頭路嘅嘛，特別說有人甲人，所以那是叫大頭來咯，大頭來有樣開個看到咗，看到對咯，分去樓下每樣 reception 你 make sure 講這 room 有人哦，一個往已經叫 empty 嘅咧嘛，專門說咧佢看到翻樣，所以講有樣無人啊，佢開就知道是啊，真係人我來咯，就開嘅內面無人樣，一時儂叫人看到咗，頭一個看到咧看起來，第二叫人看到阮咗，如果係佢開出來啊。對開始無了，應該都企喺每個口呢。我準備睡覺，講到，你做哪做啦？我準備睡覺，講翻啦，佢今朝冇到學掉。你冇事就買啊，搞，卡啦，拜拜。我見自己處。哦，你 internet connection 較好啊，到處。冇幾冇 actually 一邊嘅 connection 又好誒。一邊 connection 所發展好誒，所以我唔知。學得應該佢時間好過嘛，嗬。一邊學得真好誒。所以我必須發生翻數咁驚。你有幾格驚咧？幾格驚過吧你？佢告訴。個有啊，紅飲小喎。紅飲小咪驚到對那個沒有。然後到5年，到5年個鬼告訴我。都你困年啊嚇，困年，不頂住是啥物啊？頂住是就是甲我講啊，OK 我這邊是會想到講未講阿毛嘅節目，就是我當然是參到隻朋友我講起咯，講起關係鬼嘅告訴下面，我講我想我拍算有興趣要做隻鬼嘅 podcast 用阿毛講嘅啦。แล้วว่าตัว這是我做工嘅朋友啦，แล้ว個我做工嘅朋友我頭家，只係頭家寶咯咋。我頭家寶常常有安尼經驗嘅咋，所以伊度甲我講伊樣這邊美國真趣味，我講聽伊查某啦，伊咪記得唔知是咩，叫 Lisa 啦嚇，伊度大擺有隻趣味嘅，你看你故意告訴我嘛，所以我度大擺有甲伊講伊若是要講嚟講，我要招伊嚟講嘛，伊度講頂次是冇講發生結束，伊大擺常常有。就讀安尼款嘅物件有 experience 安尼款嘅物件貴嘅物件個了嚇，所以伊樣正比較等在出邊，這邊有一間大屋啦，伊會使教，即是使去教 any topic，你愛教蝦米 topic 不會使，所以你若是有 interested 有學生咧，你使去，所以伊教嘅物件個是成個講貴嘅物件，貴嘅故事，貴嘅戲，啊不就是貴 experience 安尼款嘅物件啦。แล้ว伊度講，所以
你等嗰隻大屋咧就你使去 sign 唔知幾 credit，你可能去 join 啲 class 咯。paranormal 啊，成個 paranormal 嘅experience，尋 story，尋 movie 啦，電視機咩 game 啦，阿面成日平時人成鬼嘅戲啊，所以就參就講咯，參就講咧是一個 including 咁樣就鐵頭成個咧靈魂錢啊，嗰啲物件就。哦，哈，意思是講可能 experience 是一隻 glass 係乜假？如講我即係人利用用即係靈魂錢嚟做咩物件，咩物件，好嗱，呢意思叫做 Ouija board 啦，冇呢就 Ouija board。呢度嚇，就是講咩 paranormal activity 有嘅嘛？有咩我唔知我冇看就是呢度 Ouija board 嚟，呢度講話 before 依家呢 Ouija board，即係我頭家講我講啦，我唔介意冇講掉過。依講呢度揸。幾個禮拜 assignment 就是看鬼戲咯，你看鬼戲，一直接掉咪是就有 discussion 咯，講唔鬼物件。因為一見查某來呢，伊講伊度未看，伊講伊未，即是未 complete 是，唔是，總之伊來到 class 時就講講我 something 真係無爽嘅物件啦，乜 experience，伊就解釋實講，你實講 OK 啦，佢去 discuss 去講看啥物物件。伊講要一名嚇，俾你看掉伊個 assignment 嘅戲嘅時候。伊感覺到伊個夾隻啊！伊講無看了啦，伊困嘅時啊，看了時啊，咪困嘅時，伊夾隻，像可能跌指掉，然後伊都拍掉困啊，頭整到啲名稱位，感覺到後背夾隻會可能指你知啊！你就驚咪是成個扯起來咯，你未定，伊講未起來咯，伊成一指掉，然後你知啊，所以你掙扎上未起，伊未指未起，你就驚咯，驚鬼一站嘅時候。叮當起來時，伊度驚咧，就成一成個含面，你講唔知是含面定係咩唔知啦，所以就扯起來咯，扯起來伊度叮當時就走去，伊講時就感覺到後尾伊個只無咩好事啊，就係成只聽成個來呢沉咧就，伊講伊走去後尾看，叫伊媽來看咯，伊個只後尾成有隻真假呢，上嚟嚼到啲後老血，成人破皮，然後你給伊個真假，但係後尾嚼。哈，แล้วอีเกียแล้วอีมาตัวไก่講啊，叫你個叫唔知個來個等陣先講，伊講伊細漢嘅時候，伊常常會看到安款嘅物件啊。伊講細漢是常常嘅 experience，講特別只久大漢咧，講唔捌有呢 experience 只久嘅啊。แล้ว紅險伊 class 一部就佢 in the middle of the class 時，伊個掉安款咯。你嚟走去教喂即係 Lisa 講 ，OK，跟住我做 visible 時都別使伊，佢唔同意。阿轉啊，嚇，因阿嬷啊，嗬，因是無講鬼是狗是嘛，鬼是 demon 該做人係咩嗬，是唔是？未必嘅，看你有無相關嘅啦，因是講啦，我看嘅無相關嘅戲是講，有咧是 demon， 有咧是 demonic 咧是成個講啊，成個唔是鬼，伊成個是。魔鬼呢？伊成 evil 呢？唔是干那鬼呢？鬼原本攞講，一種就是成個嚟說講人死咧嘅靈魂線咧魂曉，你伊是叫做成個 residual 流掉落來 energy 啦嚇，所以你就是叫做鬼咯。但是講伊是魔鬼呢，是成個人唔知人是個同人講是成個唔知是成個人只變質呢，真係派一種咯咋。意思有可能是 maybe 是像 Christian 嘅 influence 啊 ，Christian influence 是講唔是㗎啦，你死起來 soul 呢就意思你 evil devil 嚟嘅嘅 devil 嘅頭 devil 嘅頭魔鬼啊，Lucifer，yeah แล้วเสียงค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18時時我想แล้วว่า定時時我個另外一做工嘅朋友本是一直抄到底，伊講伊到底厝嘅冇乜看過，佢厝冇乜看過。伊講大家攏捌，我講忘記講啦，每講你安怎是看到啊？感覺到你看到鬼？伊講大家攏唔捌 experience 過，看下你厝是物件啥？夾樓嚇物件，噗到底為物件，嗰啲夾樓來頭，佢攏唔捌 experience 係過，我講成個唔捌啦呢。唔捌啊！嗰時你成家你手會風險學車，你唔知你第時做到學車嘛？哦，講有得人講鬼尖，鬼特別路嘅，學鬼尖啊！我就叫。有你是成個講一彈啊，可能佢浪掉就冇啦。有你是成個字即係。你講話你學鬼尖嘅啊？學你不是特別聽雲吞嘅故事啊？係啊 ，OK，你介紹啦，你。
哎呦，特别愛 promote 者嘛，because quite gilly 我聽伊人講述咧，真 quite gilly 或者你聽咧請我 customer 咧，或者要安怎樣，唔係嚟邊嚟學件事冇人講咯。特別冇我聽到你嗌驚，我叫人到對嚟講到對，用學緊話。冇，because 伊人是講 about Cantonese 加之類嘛，加華語嘛。係啦。特別為話，我咪見巴士被講 Cantonese，像個四老闆按做講 Cantonese，四老闆。本地啦，本地啦是本地啦。哦，哈，對，我有貴食啊，我有貴食本，雞食本，盤田啊，馬拉類鬼啊，嚇，即個大肥貓啊，我梗係隻鴨呢，我特別夾到啲舊嘅物件嚟 edit 咯，就我梗係隻鴨咯，冇 story 啊，你是一個月做一擺是咩？冇啊 ，every week 啊。哦，你就自己咧談心。冇法嘛，哎呦，佢哋 show the start 一個 scene 嚟啦嘛。伊就冇 attach 㗎節目教室了。哦，你是講到啲你 mobile radio 到 HK 嘅意思啊？對。啊，你不要講那個經驗咩？你安尼自告訴。有咯，我有穿插淡薄咯，安尼款咯。啊，你房間嘅你手指個喎？安真係冇。手指是你家己印呢，是家己出現嘅？唔知啦，是我家己印嘅歌有誒。歌你家己記？唔知，咪講嘅哩。你我教我朋友講，我教我Lisa 教你另外一間教我講講，我錄音嘅時候，我去你厝咯特別我買咗嚟我厝，因為因為感覺因為知嘅，因看到嘅呀，我買咯，已經講我咪留卡咪叫我買，我當然厝平安斷呢一年所以我咪講我買下嚟。阿John啊，你貓看到咩？冇，貓會看到嘅嘛？我知，特別冇就冇看到。第一大隻係龜就是話啦，有路龜。你個即係韓那驚咧，韓那驚講咩嘢講？笑啊，白字講啊，笑啊，白字講啊。係驚。咱有點聲個。你話白魯是幾點樣啫喎？4點幾啊？4點。伊人講啊，有鬧鬼啊，嗬。第4點咯。3點半，無我講聽外國啊，定到在英美嘅呀，到 KL 嘅時，伊讀冊是樣搭咩是2點加4點，搞到點半咧。around that time，然後3點半，少。2點4點搞半咧。伊人 connect，伊人有 connect 加一個because actually 你看戲喎，嗬，真濟迄個暗晡戲嘅，那本是3點幾嘅。哦，係嚇，人對待咧 Bible 嘅，唔知哦。成日講係咪 Emily Rose 啊，有一出戲啊，嗬，伊嘛是到3點幾就發生事咧，係咪？係你 Emily Rose 嘅你哦。我記我看 Emily Rose 點先，我大 hotel 會看半暝至3點啊。喲，你隻兵啊，你自己一人啊？我佢你困了，我一人看咯，看我第驚貴戲就是 Emily Rose 啊。我唔捌看過，我咪看。伊成日 possess 嘅啦，伊唔是講看鬼嚟 possess。當然一出戲呢，是唔是講伊穿插喺你？唔知係唔是鬼，係是 alien 呢？伊穿插喺你正 clip 嘅啊。哦 ，fourth kind。我計奇怪，人真有人phone我，我驚。多羅尼啊，真係 phone 嚟嘅哩。冇啦，我 phone 都等於啊，當然。伊但一斷氣數，伊被接通所以結 phone。然後即係 review 話講review 話講。冇咯，其實我感覺到講啊，成日講啊，咱做節目嘅時啊，有陣時是唔是 because of 伊個磁場嘅關係咧，伊會影響到咱嘅即個錄音。有可能喎，有可能喎。伊人愛聽故事嘅嘛，像個有人講嘛，像個人講一個故事點先咧，讓伊過來聽。像個人講迄邊卡邊位啊。我用 earphone 嘛。我用 earphone，咱是唔是講咱人當見邊啊？伊會成日講念掉咱耳仔嚟款聽呢？
我唔知咯，你會未必有啊？你想大人時候，你嚟按打被黐落你耳仔邊。不伊個耳仔嘛，耳仔我叫等等，你念過來。對。冇，我有當時咱講佢，咱講貴啦，咱講貴，咱是看到有出現嘅貴一成一成嘅，特別真係你 spirit 嗰陣是無線嘅，你知道？伊是 energy 呢，所以你冇看到現嘅啊，你看到一成一成嘅啊，伊嘅 energy 是真正濟啊，真骨咧，應該你該看到一線一線嘅，你知道？你就是平常時你像啊，安尼款往時你出聲，啥到啲錄音嘅時，你聽到聲嚇，那款啊，一個叫做咩啊 EVP 啊 ，EVP 嚇 ，electro voice phenomena 就唔知啦。你聽到啲聲錄出來，所以我是實擺往時咱聽鬼告訴啊，咱講鬼告訴時，就是講出現到邊是有可能是伊個 energy 接皮咱嘅磁場嘅咯。我唔知啦，我唔捌 try 過。有啊，你見哪咯？你見哪聲是對面嘅咯。若是講各位聽眾老師，我唔知講見哪聲就到落咧，當到啲 comment 你去邊啲學見到講網頁 post 咧，我甲講你喺度到落，因為我當唔知小微機到落。如若是無聽過呢，就別去聽咯。because 真正病我聽啲聲，幾若刀啊，兩三刀嘅聽啲聲。咱另外一個 show 那是個定係 repeat。係啦，幾若 show 咱就啲放嘛，你嘅理數嘛。係啦。然後你當出國考你免個爭嘅咧，個喎。有啦，就對嘛。你冇講我厝嘅啦，唔係講我厝嘅，我驚。我個特別為我你是感覺到嘅嘛，你冇真正看到嘅嘛嗬。我係 student 看到。我聽到頂style講嘅，而你個其實冇看到嘅嘛。我冇看到，特別真係人講嚟講，我厝伊會感覺到講上加陰森啊，那款啊。你伊會成日講啊，伊成日講無咪。成日吉哩吉哩啊那款咯，然後你是吉哩吉哩是你冇照托開啊？我90驚啦！嗱，你看下你學那驚嘛驚半死唔加入我厝。哦，有咩？正意味轉正意味咗以為。是啊，我有試過喎。我是 feel 到陰濕濕是特別，我唔是 feel 到你鬼嘅陰濕濕。我是特別有 feel 到 because 係較暗嘅嘛。你幾時你燈板下隻暗嘅嘛？你紙板啊？對。特別我是無安全啦 ，because 你未成日講阿妹成個被綁住係咩事？你唔敢去綁住咩？前邊不是冇啦，冇啦。綁咗氹配。你未成講啦？我若是講我感覺到吼，我有感覺到怪怪的事有吼，我無驚，我會去想，我會去 maybe 就講我感覺到講改變過 ，maybe 一個角落邊啊，吼，就係講我會感覺到講安怎無咪舒服嘅那款吼，無咪爽嘅那款啊，然後我會去，我就定定想到一個 corner 咯，或者一個 corner 會好做吼，我較驚嘅喎吼，我會邊度對看，我直直看，特別我未講驚喎。你是你感覺冇好事，是你應該啲想嘅。You have to 你特別真正 face 伊，我愛去 face 伊咯，แล้ว唔知啊 ，maybe 我是成成較惡啩。係啦，你話但是講，即是咱個基礎，所以咱嘅感覺講，咱本別無迄個成家，咱較安啊，咱感覺較安咯。往時你未處，你成日你家己處，但是講你無，但是你感覺到成有你物件來插亂你啊，但是你直驚樣直爭直大咯，你若是加硬加一邊佢講，這個是我處你問來插亂我下，可能是你該佔到對你個嘅辣咯。有物件有時我唔知講是正假嘛，成個有時古早我甲看戲看到半暝，了後好險聽到我kitchen那邊聽到人開水轉的聲。所以我聽到啊嚇，我就是會驚去看的喎，我去驚去看，
了我會想 maybe 是因為迄個水嘅壓力嘅事啊，頂關人開水是會出淡薄聲嘛，所以話反特別我本講啊，咪做亂啦，了個無事咯，你講你會向咁奇怪啫，特別你別講上驚，因為一直在厝嘛，了有時個嚇，個一刀，哈哈，你講先，啊個一刀本是看戲波咩，了紅險我聽到我。厝門口 corridor 有人嚎呢喲。了我個開窗啊，我看出去，了看無人，了成個是無聲去了，了過後本無聽到無聲了，了我個本無講只驚咯，我感覺奇怪咗人嚎，特別伊毋是講 directly 到你門口，你咁講成個到 corridor 較遠嘅款，會聽到迄個 flat 嘅 corridor 聽到人嚎咯。了過後我有教我媽講啦，我媽講 maybe 你袂互人半暝查某啉酒醉對嚟考嘅咩？係啦。嗱，我講本是 because 是 flat 嘛。係啦，你聽到吧啦？我特晚攞嚟記講有一擺，咱有一個特別嘉賓咧，伊厝講伊搬入去咧是伊厝點，伊門自己 lock 起，然後就伊講伊鎖匙，唔知直鎖鎖匙係啥物嘅。我自己。頂住我係你另外一間嘅朋友，唔是 Lisa， 另外一間朋友教我講，伊講大家唔捌看到厝面嘅叮當過，可能咩？伊講嘅鎖匙點樣解寫解鐵頭，然後伊鎖匙，伊想伊講咪，伊想係 feel 到，伊是袂像個囡仔嚇，樣線嘅時啊，樣袂到 attention 嘅時候，伊直直來加入佢咯。所以伊講是想然後呢，伊講伊嘅想伊嘅電話，還是伊嘅鎖匙，伊嘅。幫啲冇實位嘅，你冰下到啲下冰下，你肯定到底係先補嘢，下到啲白位嘢就。特別係咧，佢較大咯，你那是會耍物件。是哦，really哦，特別應該是。我朋友講過咯，伊上家迄格物件嘅聲，上家有迄個古早 McDonald 送嘅迄個袋嘅嘛。伊咪上家迄格迄個物件咯，伊迄格啊嗬。了一刀，解字點先會看到，迄個物件大伊聽會看開。我講你即我食久無講嘅這個事實，所以真係人嚟先啊，冇聽過啊。我就講我個頂到到啲 MB 讀冊嘅時候，伊到啲寶寶你school 嘅讀冊嘅時候，你伊度到啲 MB 嘅咧 ，MB 係俾人講是只日本阿貴嘅，唔是日本阿貴只點？你驚車啊？你驚白咗？แล้ว好個就係你驚無，我就驚。แล้ว我講個大陸嘢，我就係驚就MB 嚇，MB 嗰邊就係拍戰嘅事，就係台視日本兵台視人嘛嗰邊，你嗰邊嘅是老厝嚟㗎啦，成係你 colonial 嘅 building 嘅係嘛？แล้ว依度外國人就水厝嘅，樓頂樓卡水厝咯。依度羅餅羅集，依樓頂伊厝只大間嘅 colonial house 哦，樓頂是一個厝主，樓卡嗰是另外一個厝主嘅咋，無相啦。外高就大樓卡咯，然後樓頂嘅是別嚟無相厝主，特別學生嘅是 student house 嘛，即係只學生大點，唔知樓卡通話都6-7間樓頂嗰只人啦。所以伊人就講伊厝主樓卡，厝主外高，厝主就同我講，計人講。人咪驚啦，樓頂我請伊個咧垃圾咪講到去樓頂去。你講我請伊去樓頂啊，人咪驚。呢度啲架會架咧，頭我故事講有可能是因為伊樓卡做咗個樓頂做咗無咪好嘅，樣就無咪啱嘅啦。我個咪是想講伊是為咗樣成日驚鬼嘅，唔是講可能講樓頂有鬼啊，咪是唔加嚟啊！又咪是買大，都俾大啲樓看看咯。特別冇可能話你到底上全部講你樓頂有貴咧，你每日日啦，你樓卡大啦，咪是驚咪是走嘅了嗬。你大家都講，你嚟我坐嚟我這邊大啦，我樓卡冇貴，樓頂有貴就咁嚟大掉。伊度講，伊度教我個人講，伊樓頂呢定到時，伊度有一間房間，伊度去 clear 就係你國家國黨裏面嘅。伊講樓頂有隻鴨，你就你隻登山做吊住班嘅咧，茶咧佢喺入面係嘅 costume 咩啊？大嘅然後呢 jazz 啦，你就茶 jazz。
伊讲伊度开起来，看到南面度啥都无够古衫咧、长衫啊，迄啲物件，แล้ว有一条小影，是一个老查某嘅小影啦，成个人刮擦头嘅咧，车嘅头小影就后白。伊就讲哟，佢呢個咪死啊！你看啲物件，因度貴咧哦，等大伊即個度行落去樓下客家去咗咋？起來樓頂嘅時冇起來特別小影就啲名稱嘅。伊個老人嘅小影就樓頂係特啲名稱嚟個。你一樣就講，伊就硬佢坐落去，你有時我唔知幾多刀還是幾刀咧，是行落樓，可是講樣行嘛，去看到樓頂小影度客家去，一時度車走去哦，一樓卡不有嘅啊，樓卡我過去處咪是掉佢一刀，八刀咧就樓到八刀佢講，因為哦。即是我個嘅無經，我講我個經驗啦，我個經驗依個我講伊唔捌真係親身看過，特別一刀咧就是2點4點樣聽到交背嘛，係你我個冇聽到啦，2點暗嘅2點4點 ，because 一隻 art student 是隻暗一個話即係做功課嘅嘛，所以2點或4點時聽到交背，伊講就只是伊朋友到對嚟，伊是去一等嘅對嚟啊，咧伊度在講又唔是鬼啦，在講有人會入來嘛，所以咪是去開門學人咯，咧伊處處有持交嘅嘛，伊就講。看伊個開門之來是還是差唔多我4點啊！伊講伊轉來是伊講伊就看到伊厝主狗到啲外口位，加咧伊朋友啦，要做直接來咯。誒咪是開，伊都行去看，伊成個講唔知是目睭花，頭是無去注意喎。伊看到是感覺啲狗是到啲外口加咧伊朋友，所以咪開門咯，互伊朋友。行入來咯，你就講看咩單你狗未入來嘛，掉到啲 gate 位，你個叫入來嘛，你一看，伊狗就喺呢度啲厝南邊咯，伊籬笆南邊咧都冇到啲外口嘅咋，所以我講伊冇去夾聲，講未必是目睭花上面咯，你一看就對，特別咧伊嘅隔壁房嘅咧都有真係嘅你估個數，八字過嚟講句就我不講句一定打是，特別八字時咱個真係講句 ，in B 隔壁房。聽到 music 幾個事。好啦，這個禮拜咧，我暫時就講個一邊先，啷個就被爆槍哦？冇啊！但是講啷個興趣要講幾個事咧，但是要講華語咧，還是講話咧，就係過去微微娃娃這個網頁為。冇我意思是講，都是有講過了，咪本會使。講過頂到啷講過咧個事嚇，會使用華語，就是講話講翻。有你使過去微微娃娃伊嘅 email 是 willy willy at mobileradio.hk， 是你俾家仔家姐是去網頁咩使都係寫取網頁是 lonely glass 都會講爛啊 lonelyglass.com 去 lonelyglass.com 嘅對取掉啊 Thank you 好แล้ว各位特別嘉賓感謝嚟講我聽人家己嘅經驗，幾個說是啲朋友兄弟嘅經驗，我有到落有年 help remotely 我唔知咩數，到落有年講伊指嘅個伊標誌嘅個數，แล้วก็有計格件講伊經驗到啲咧不老多嘅就，咧是個到啲咧個換那件，我咪講換那鬼。看那件告訴一個我嘅house DJ 嘅 house ghost stories teller 微微娃娃，嚟下個禮拜過嚟再見各位 ，OK， 拜拜。拜。呢個得嘅。